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樂樂高。今集咧就回應翻有位觀眾就問我，想睇下我點樣 display 我啲 LEGO 人仔。咁咧其實如果當你有一堆人仔啦，其實點樣擺會比較靚啲咧，同埋可以即係有效啲用盡你嘅空間，又唔會覺得好逼，同時之間又靚。咁我自己曾經都用過幾個方法去 display 我啲 LEGO 人仔嘅。咁首先啦，我又曾經用過 LEGO 官方出嘅產品啦，咁就係佢一個比較即係大嚿。一個好似 LEGO block 嘅樣嘅 LEGO case，咁佢上面有粒掣可以撳，就掀開前面嗰塊亞加力嗰個透明膠出嚟，咁你入邊就可以擺嗰啲人仔嘅。咁入邊嗰個擺人仔嗰塊 plate 咧就大概4×6，咁其實你係擺到16個人仔。咁如果嗰啲人仔冇乜 accessory 啦，咁其實每一格咧勉強係可以擺到2個嘅。咁呢一個我都有用過嘅，咁我都買咗幾個大幾個細，咁我可以砌到一埲牆出嚟，都幾震撼嘅個感覺。咁同時有樣嘢我就唔好中意就係你個選色咯，因為佢始終係實色咧，咁有時你個採光同埋再加埋你嗰個底嗰塊4×6係咩顏色？如果白色咧就會比較顯啲嘅，如果係黑色咧撞落啲藍色嘅 case 度咧，咁感覺就比較暗嘅。咁呢一個咧我就麻麻地太中意嘅，因為價錢比較貴啦，同埋佔嘅空間比較大。咁我都用過咧LEGO，佢都有個係upgrade version 嘅，咁就係薄身啲啦。咁你見到佢個設計咧係透明嘅，跟住佢係黑色，跟住佢有都幾隻色揀嘅。咁你睇到呢一個啦，佢有大同細，都係擺到16個人仔。咁佢就係4×4嘅，咁平均你當擺到1個人仔。咁我嗰時都買過幾個大幾個細，都砌咗出嚟係都幾靚嘅，同埋感覺上個採光係好好嘅。咁你會睇得嗰啲人仔清楚啲。咁佢開嗰種方法咧就係一道門啦，咁兩邊咁掀開佢就擺你個人仔。咁呢一個我曾經都上網睇過人哋有啲人都買咗好多嘅，咁佢哋都可以買成即係超過幾十個，甚至乎100個。咁你係見到佢砌到一埲牆出嚟，都感覺上係幾震撼。咁同埋呢啲都可以掛牆嘅，後邊有2個窿嘅。LEGO 出過呢2個產品都係。咁都係嗰樣啦，價錢方面係即係比較都唔係平嘅。咁每個閒閒地都講緊20-30蚊加紙，即係如果你揾到平，因為官方佢個 retail price 其實都講緊40零蚊一個嘅。咁所以我又曾經試過就咁用一塊普通嗰啲 plates 32×32去擺滿啲人仔。咁我都用過即係 LEGO 之前呢2個出嘅 product 去 display 我嘅人仔啦。咁之後我都冇再用嘅。咁我都發現係一般嘅，成本比較高。咁我自己都會去參考人哋點樣 display 佢哋嘅人仔。咁我都嘗試去改良少少，就係用有限嘅資源。有限嘅空間可以將我盡量最多嘅人仔展示出嚟，感覺上又唔會好擠迫。就你預翻20零條啦，跟住再一堆呢啲咁嘅2×4嘅散件啊，跟住呢啲長條形啊、粒狀啊，咁你其實隨意得㗎啦。咁其實好簡單。咁首先我會點樣做咧？咁我會擺咗首先2條前邊啦。咁你預翻一粒位後邊，跟住開始咧。就擺粒2×4喺中間呢一度，跟住之後咧喺左同右啦，我自己試過啦，我就會係揀5粒 studs，再開始放第一粒嘅2×4嘅 block，咁就開始啦。咁就如此類推去做，就做到好似一個樓梯級咁嘅形狀。咁你就係隨意你按翻你，其實都係睇餸食飯㗎啦。你用你有限嘅資源。去做一個比較叫穩陣嘅骨架，因為都係按翻，因為我冇乜散件咧，因為我整咗幾個咧，咁所以就係你盡量點樣去做到穩陣。咁你去到第6行之後咧，咁你就開始用呢啲長啲嘅件就去做啦。咁你就去慳翻個件。咁而家呢度啦，就係平均每一行你係見到係有3粒 studs， 貨擺一個 mini figure。咁你其實呢一版啦係可以擺到88個人仔嘅。咁而我又整咗另一個 version 啦，你可以喺後邊呢一度改嘅，就擺呢啲6×16嘅，咁就可以咧擺到啲 big 嗰啲 mini figures 喺嗰度。好啦，咁同埋其實你中意隨意又得，你可以 random 溝色又得，或者你中意用統一色又得，按你隨意嘅。同埋我自己都研究過睇 Bricklink 嗰啲價錢咧，如果你買呢啲沙色咧，相對嚟講係平啲嘅。如果你買黑色、深灰、淺灰呢啲色咧，個價錢係比較高啲。咁所以你按翻你自己喜好去砌。咁有睇過後邊，所以成件事係好隨意嘅。咁呢個就係我點樣去展示我嘅 mini figure。
咁其實我自己啦，心目中啦，如果有自己嘅屋企啦，其實我會想 custom make 一棟門，咁就係改裝，咁就可以擺啲 mini figure 落去。咁呢一個我曾經喺香港都睇過有人做過，用呢個方法去展示，哇！我覺得係幾震撼幾靚嘅。同埋你都會睇到呢啲咧整咗一 set 咁啦，可以放喺屋企，即係嗰啲你喺 IKEA 買嗰啲書櫃啊，或者買佢嗰啲玻璃櫃啊，咁擺出嚟個感覺都係幾舒服幾自然嘅，同埋又容易你拎啊去睇啊，空間感我覺得都唔錯嘅。多謝大家去睇呢一集，咁請大家支持去訂閱呢一個頻道，comment 同 like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